有一群客家山歌的爱好者，在寒冷冬天里面，晚上还聚在一起练习。不要冰山清风阵阵凉啊，踏在我身上是情浓啊哟。这首客家歌曲《开金扇》一来一往，唱的就是以前的恋人互相诉说彼此的心意。其实大部分的客家歌曲写的都是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写照，人都是自己创造。就是说大家在一起做事，就是互相然后修波哈，就是我看到这小姐漂亮，我就讲好话，让女孩子会喜欢。而客家歌曲最美的地方，就是它让人百听不厌的韵味。每个人呢都是你要互相对唱，我唱过去，你唱过来。像以前在山上，这边山唱到对面山，都非常很大声的。很洪亮唱出去，唱整天都不会累。不只是客家人，原本连一句客家话都不会的福老人，也用生涩的客家话说出对歌曲的喜爱。客家歌讲好听，所以来学的客家歌。因为我现在只有学6个月的那个唱歌嘛，来讲的客家话哈，太本的客家人听唔顺啦，太不能说我讲的话平啊，就是说没有歌没有带啊。预备唱，像一个心脏的回忆。这样美丽的歌曲不只让人沉醉，也凝聚了生活在都市丛林中的客家族群。民视新闻林佳美、李嘉禾台北报道。在日据时代，矿业是苗栗南庄乡的明星产业，许多外地游客纷纷进驻南庄采煤矿。我走入了时光隧道，黑暗狭小的空间诉说着早年矿工们的辛酸。日据时代，矿业是南庄乡的主要产业，开采的盛况说明了矿业的黄金时期。南庄在50年、60年加下的矿业当行，係咪嗬？佢當到晒，差唔多將千人口有3萬啥。跟南灣人專門下去打炭嘅，忽然間都40炭。矿业虽然商机无限，却也带来危机。深入地底下挖矿的工作，往往造成矿工死伤。佢下去以後，有辦法上來冇天啦嗬，所以叫佢掛牌，下去㗎要掛隻牌。佢講牌冇掛進嚟，啲樹工家冇掛進嚟嗬，唔係佢夾板，冇都係佢都可能發生意外嗬。现在繁荣的景况早已不在，挖掘的工作也早已停止。不过当年拍摄的影像和挖矿的工具，统统摆放在这间矿业博物馆里，供旅客观赏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苗栗报道。在新竹县的关西果园，有一对老夫妇年纪大了，把柑橘园分租。果园里一栋白色的小木屋，打开窗子，柑橘的香味就扑鼻而来。这里是新竹县关西镇的一个果园，因为位在山坡上，景观特别优美。果园的主人每天和妻子牵着手散步，为了让都市人也能享受健康的生活，两老决定把果园分租出去。像你看，那不是哦，该拿出去卖都卖冇价，那让我往果的放起来，不然向人去起木小木屋啊。果园的木屋高架是为了防止破坏水土，目前已经好几位国立大学的教授决定承租，1年3万元的租金虽然不划算，可是林老先生说，比起自己种柑橘的利润还要好上1倍呢。民视新闻叶新凯新竹报道。公共费啊，冇要钱啊。